呢。啊，这生个月要哪想袂开啊？秋华才拄转来尔，啊，伊这声若死，啊，就害啊咧。阿爸，阿爸，安姐，我要看阿公。阿公，阿公有要紧无？秀秀，你甲东东两个人轮流陪阿公，好好甲照顾。秀秀，甲冰冰抱落来。哦好。弯弯、佩佩，你带小弟到里去耍，妈去煮饭。冰冰，阿姐带你去耍哈。来，佩佩，你是安怎？我要帮妈妈煮饭。好啊，你莫夹多啊切菜哦。来，挺好啊。阿姐，赵敏，你是？王太太，真是的，昨要送你转来，实在伤忝啊，就伫素天因兜吼困一暝，拄啊好，伊今仔要转来台北，顺续坐我的车。哦。素清，去厝内坐啊。唔免啦，王太太，昨我甲阮爸阮妈讲规暝，关系东东。你等一下。弯弯，带弟弟去外口耍。哦。阮妈是叫我来问你，看你考虑好啊未？我已经寄批互恁爸爸，我想就甲东东互恁收养。啊，真是嘞，是来足好诶。容易容易，素天啊，你一路上拢咧细细念，这声吼你会当放心吧？我甲用个看东东。是的，我家己决定啊。也毋过囡仔，因还阁唔知影，我一定还找一个时间，甲实在的情形，拢甲因讲，互因心理上有一个准备。啊，对，素天啊，东东敢要答应是一个问题，你唔通欢喜了伤早。也毋过，即摆阮规家伙仔拢抱真大希望，假使讲，好啊，咱先来走啦。你是着紧啥啦？你袂急，阮妈一厝会急啊。我驶车出来已经2暝拢无转去啊，无你靠，阮妈即摆已经报警啊。倒啊！我甲你讲话，你有听到无啦？哎呦，报什么警啊？我已经去交通队问过啊，对昨甲今仔日哦，对台北到高雄拢无发生车祸啦。呸！哎，头家你嘛，真实的啦。假使若发生车祸，不管是死的也是活的，救护车哦一定会甲少爷送去台北啦。你这蚵仔就甲点去啦！蚵仔嘴。安尼讲都会真心实。是毋是阁袂用讨厌？所以阮妈吼真介意。若是去台北，我是缀你去见倒的，甲你妈妈。啊，毋过阮妈有一个毛病哦，不管是我的同学或者是朋友，只要是查某的吼，伊就对伊真冷淡。迄真简单啊，我马上表明身份，就讲我已经订婚啊。这个办法真好，安尼伊会念伊对你真客气哦。哦，伊是这种人哦。所以啊，我讲我真介意恁爸爸妈妈，互人感觉足自强的。安怎啊？是新鲜，还是这道？无新鲜，嘛无这道，只是真后悔啦。后悔什么？昨减讲一句话，明知恁爸爸妈妈要收一个囡仔，互你做小弟，我就应该请因收我，互你做兄哥，安尼毋知偌好诶。袂见识。真实的啦，你令我做兄哥好处真多哦。譬如讲，你若来台北，会当买细厝大，或者是你要转去，我会当赛车送你啊。你嘛较拜托的，坐恁兜的货车吼，我才不爱咧。无喏，我有一台自用的轿车。
好佳仔，拄则咱转去的时阵，阮妈无伫厝里，你无希望我见到恁妈妈？我是惊伊对你真冷淡。是安怎？我逐摆哦，若是交一个女朋友带转去，伊一定会想办法甲我破坏。好佳仔，我毋是你的女朋友。哎，借问下吼，什么代志啊？你金王到伫咧？伊伫咧啊！大哥阿姐，大哥阿姐，有人找你拍戏。谁啊？这个人我看电视敢若捌看过呢。你若逐工遮尔闲啊？电视哪有啥物好节目啊？无喏，即摆电视节目拢做了真好。你找我有代志少？啊，阮是替古酒下转过一件代志，若有夜飞车转来这个所在。嘉义县布地镇轮仔顶75号。你，我明仔透早就要来去啊。车拢叫好啊，叔。我明仔载早班有通告，恐惊袂赴倒来送恁啊。做你无用，秋霞，你知影我介意婉婉啊。 5个囡仔，我袂晓留一个伫咧台北。伊阿公问起来，我是要安怎甲伊讲呢？遮尔侪年来，你对阮足照顾，我甲阿明嘛一直足希望你会当结婚，生一个比婉婉更较互你介意的囡仔。但我着爱国总管的头奖才讲啦。暗时本来想讲约你甲阮斗阵食饭，互囡仔陪你，无得卡这顿饭食了后，一世人无机会，搁再甲囡仔做伙。 甲你食饭，你去公司录影的时阵，婉婉搁一直问着你。好佳在我咧录影，伊若无吼，一顿饭我敢食会落去？婉婉替你载一包你上爱食的物件。小表，你有闲来报地算？会啦，我一定会去的。 婉婉若是看到你，一定足欢喜。这间厝安尼遮老咧，阿明过会生气啊，秋霞甲囡仔嘛搬走啊，都袂算是收工的咧，要皮共款，甜滋滋无一个人影。谁会批啊？哦，高手下挂后批。已经搬走啊呢。 不过吼，我有一个上盖新的住址啦，你照这个住址吼，送去予伊啦吼。一定是金王啊，叫阮甲批转过来。又果是5000块，这是淡薄仔心意。这到底是什么人？我想尽办法，试过去找找，也毋过全台北市找透透，甚至郊区的景美、新店、三重埔、新庄、五股、上山、树林、阳明山，拢无找到这个人。虽然每一封批笔念同款，寄来的钱嘛同款，
也毋过寄批人的地址甲名，每一届拢无共款。伊是安怎要变来变去的？伊既然要帮助我，是安怎又搁惊我？这个人应该袂有啥物阴谋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头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老爷，对布袋寄来批啦。哦，玉玲啊，我无挂目镜，甲迄张批念互恁妈妈甲范员听。好。叶先生，顶届到互相拜访，讲到收养囡仔的代志，希望一礼拜来做决定，写批来回答我。各求下上。看起来，这个王太太阁真有诚意。是啊。玉玲啊，你甲范员参详过啊未？我反对。范员，你互伊讲。我要永远做恁的后生，我无想要做别人的老爸。你安尼想过自私啊！爸，我毋是自私，我是无想要受到伤害，因为我袂当生啊。恁可怜我，替我抱一个囡仔来。不过我无法度接受伊。爸，范员讲，咱家本来过了足清静的，送囡仔互人的人厝内足善的，唔知会提出什么款的条件，而且因为有解决袂煞的困扰，搁再讲囡仔愈来愈大，问题可能会愈来愈多。王家无提出什么条件啊？假使咱若决定要治伊，一定会提出条件。咱是安那爱开钱替人饲囡仔，将来无感情，咱会足伤心的。若是有感情，又搁不时爱烦恼伊会走去，这种代志，无论安怎来讲，对咱拢无好处。莫阁讲啊！我无想要有啥物好处，我嘛毋惊开钱。伫我的想法，我愿意帮助这家伙啊，减轻囡仔因老母的负担，互囡仔好的生活甲环境，好的教育。等伊若大汉，有能力自立自强，我帮助人的心愿就达成啊！代志就是这么简单。太太，会用食饭啊？恁食，妈，阿公呢？阿公食过啊。哦。冰冰，你莫安尼啦！妈，你唔食哦？妈袂要。恁哪食，哪听妈妈讲话。以前妈甲恁讲过，囡仔人就是囡仔人，莫看大人的面色过日子。妈心内有啥物痛苦，妈妈家己会去解决。你莫替妈妈烦恼。这2天，我看恁敢若无伫台北的时阵遮尔欢喜啊，是毋是因为甲莲兄相拍？
秀秀，搁安怎讲？陈兴是你的表小弟，东东、婉婉、佩佩，伊是恁的表兄，伊甲恁耍，恁就甲伊斗阵耍啊！伊欺负恁，恁就闪开啊！哼，我才唔惊伊咧。东东，妈妈上袂放心的就是你。就是嘛，拢是你阿妈生气。要你管呐，家婆！你阿讲啦，我讲我就甲你拍哦。你讲，第八讲。东东，妈妈，哥哥无乖，儿子嘛无乖。昨暝，恁爸爸托梦互我，伊甲我讲，伊虽然死啊，袂用照顾你，也毋过伊嘛无希望恁变成歹囡仔。妈答应恁爸爸，一定互恁过了足好诶，将来好好读册，一个一个拢就有出头的。我是答应了恁爸爸，也毋过我足后悔。亲像我这种身体，如果会当照顾恁偌久，妈，秀秀，人就是活到100岁，嘛是爱死，死无可怕，就是爱看伊死了是毋是安心。秀秀，你是大姐，你爱学妈妈。你什么时阵看到恁妈妈流过目屎？你若是要互我死了安心，就爱听我的话，我会好好甲恁安排，替你每一个人找一个好家庭，信爸爸，信妈妈。秀秀，秀秀，你是安怎？妈，我无代志，你互我一个人小安静咧，好无？秀秀，你陪妈出去行行的，妈还阁有足侪话要甲你讲。妈，你为什么要甲阮送互别人？敢讲你无介意阮，无听阮的心？伫这个世间，无爸母无疼惜家己的囡仔。秀秀，你要体谅我的苦心。你想看觅，阿公遮尔济岁啊，这个厝，恁大家敢住得落去？若是讲我死了后，甲恁安排去孤儿院，不如今仔听妈妈安排较好。妈，你为什么一直讲死？你还阁真少年啊！秀秀，你上捌代志，代志到这个程度啊，妈袂用搁再隐瞒你。我上济搁再活3个月。妈，妈得到绝症，医生甲我讲的时阵，还阁有半年的时间。即马只剩3个月啊！玛丽亚，来，妈，阿金咪回来啊！大嫂，
你转来啊？秋华，你是咧舞倒一出的啦？我听你讲阿爸差点要淹死呢。你是挑工要甲我作对哦，哈？万一阿爸有啥物三长两短，你若遐伊是袂怪你，伊会怪我工作因。你是挑工要害我心？大嫂，你是往倒位去啊？伊嘛是阮阿爸。讲甲遮好听，遮尔侪年来，你是无饲过恁阿爸一工哦，拢是我甲刁父咧饲伊啦。当然咯，嫁出去的查某囝，泼出去的水啦。我是从来毋望你来尽这份孝心，也毋过，你嘛袂用找我的麻烦啊。阿英啊，伊无找咱的麻烦啦。伊是你的查某囝吼，你就替伊讲话啦。哼，伊若是有才调吼，我你带伊去食青啊。究竟啊？林长啊，有啥物代志？下晡哦，请你开一下会啦。是要开啥物会？每年有一摆孝行奖，爱对基层的邻里来推荐啦。咱这年吼，嘛当选一位代表。哎呦，迄是真无简单呢。就以咱这人来讲啦，倒一间的囝儿是势无有效。亲像我啦，翁婿规年通天无地的，阮阿爸吼今年拢80外岁啊，身体阁遮尔啊好，迄是因为我吼，逐工拢咧伺候因老大人呢。哼，讨厌，是咧开什么会啦？啊，今日就过分呢，伊讲迄款话就歹听。囡仔人袂使批评大人。伊是存心要欺负咱呢。你即马总算知影，妈妈是安怎遮尔苦心安排恁的将来。秀秀，替妈妈完成我的心愿，好不？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你开车技术愈来愈进步啊！哦，哎娜，你去机场来接我啊！规路拢无欢喜，到底是安怎啦？安娜，是毋是因为我5个月无来找你啊？其实这嘛是无法度的代志。你唔通看讲我住伫马来西亚，阮某吼伊逐项拢知啦，伊早就听人讲过啊。哼，啊无咱就切切啊，免得你逐工在烦恼。你哪会讲这种话咧？是的啦，算我唔对吼。这是一个礼物啦，安怎？有介意无？你哦，敢若会晓来这套啦？放心啦，我计划好啊。
以后每3个月至少来一遍哈。愈来愈好打哦，看袂出来嘛。你有正当啊，还景气变好啊呢。我找几个好朋友哦，到台湾来说唱做生意啊，每3个月来开一摆会，损失一下业务嘛，这真正当啊。老狐狸，不管你安怎甲骂吼，你袂当无承认讲我是一个真顾家的人啊。我唔对啦，迄边是假，这边嘛是假啊。对啦，我赶紧找你来，是要跟你参详一件代志。什么代志啊？是要换车，也是要换厝啊？唔是互你开钱的代志。这就简单啊啦，讲啊。我想要收养一个囡仔。收养囡仔？你这久才有转来一遍，大概转来加计是住3天5天。平常时啊，我伤过无聊啊，拍牌搁拍线啊，常常出去交际，你搁袂放心，所以我想要收养一个查某囝。你哪雄雄有这种想法？我是一个查某人呢，我嘛想要做人的老母啊，无惊你互我来疼痛，替你生囝，搁陪伊报你的户口，安尼我是算啥？将来囡仔若大汉啊，问我因爸爸是啥，我是要安怎回答伊？为着莫甲家己添麻烦，我想要用收养的，因爸爸妈妈是啥？我就甲伊讲，伊是啥？上主要的是这个囡仔会当甲我做伴。我赞成，安尼你的心吼，就有法度定落来啊。也毋过，伊的生活费、教育费，拢要你来负担吗？小可代志，迄无问题啦。真是的，安尼时我就小配合伊，甲伊讲好哦。好啊，你敢会当阿公是啥人家的囡仔？是一个姓王的，伊有5个囡仔，伊突然间发生车祸过身啊！我是对新闻顶悬知影的，我足同情因，我就写一张批互因某，甲伊讲我愿意收养伊的查某囝。过无几工，因某就来找我。你是？我是王明的太太。哦，王太太哦，请内底坐。周小姐，恁兜还阁有啥物人？阮先生伫国外做生意，真少转来，啉汽水啦。多谢。我真晚才结婚，阮先生伊嘛有岁啊，伊惊我一个人在厝里足寂寞的，所以希望我收养一个囡仔来甲我做伴。你批来讲，希望收养一个查某囡仔。较乖一点嘛，较巧一点嘛。王太太，你放心啦，我无啥物生活的顾虑，我嘛无啥物牵挂。恁查某囝地我，我就会甲伊当作是亲生的共款。我嘛同意恁母仔囝2个来往，我会替伊请钢琴老师，请家教，互伊去学跳舞。假使恁若答应，我会送伊去读美国学校。总讲一句，查某囝永远是你下，我只是栽培伊尔。我想周小姐一定是同情阮不幸的遭遇，才来安尼做。迄只是一部分的理由。另外，我咧找一个答案。有钱的意义到底是啥物？假使我有一个查某囝叫我一声妈妈，逐天看到我笑眯眯，我会听到我的查某囝弹的钢琴，我会足满足的。迄种快乐，毋是钱用去买得到的。你打算甲谁送互迄个周小姐？婉婉，你打算甲彬彬送互台南迄个姓叶的，甲东东送互美容姓皮，啊佩佩咧？送互德山迄对姓刘的翁仔某。哦，
就是迄对饲鸭的翁仔某哟。那安尼，秀秀咧？就是秀秀较困难，因为伊25岁啊，较捌代志啊，人惊伊去了后歹管教，查某囡仔袂用个拍，又搁袂用个骂。安尼，你敢有选好是倒一间社批去联络啊？有，住伫个台北的老翁仔某，伊是贵国华侨姓娘，差不多60岁。因老翁仔某感情非常好，生活嘛足正常的，无啥物歹习惯。上遗憾的是，时岁拢无伫个身躯边。后生是博士，伫个美国结婚啊。查某囝嘛嫁去国外，毋若当无转来，配嘛真少。因逐工在忙，一直到过年的时阵，才有一通电话敲转来。平常时厝内有请一个使用人阿琴做家内事，因一家伙啊是足单纯的。因想要伫秀秀，是希望有一个伴会当陪伊，秀秀会当照顾家己。若是囡仔较细汉，因惊无迄个精神甲气力照顾囡仔。也毋过，爸，你有啥物意见是？我是惊因哦，等秀秀去了后，甲使用人辞掉，互咱的囡仔去做使用人。我颠倒感觉，若是斗阵了好，一般的家内事，秀秀是会当做的，这嘛无要紧啊。查某囡仔总是爱学啊。你讲这话哦，伤过人命啦。爸，除了安尼，我阁有啥物法度咧？今仔日我甲因安排到啥物人斗，拢甲你讲啊。因为囡仔去互人带走了后，将来有机会，阿爸你就用去甲因看。我想要看，恐惊嘛无机会啊。秋霞，你先莫安尼想啊，囡仔敢会答应？秀秀上班代志，伊答应啊，就无问题。东东，恐惊阁爱好好甲伊考劝。另外，婉婉、佩佩、冰冰，拢还阁细汉，只要有食、有啉、有通耍，到人厝内，过一段时间就会惯死啊。秀秀伊安怎讲啊？伊答应我，要替我考劝伊。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头。星星一眨眼，人间数十寒暑。阿姊，你要创啥？你毋是讲要讲故事？好啦好啦，我小人才讲，在我讲故事之前，我要先送你每一个人一项礼物。姐姐，啥物物件？这有啥物好耍的？我掠做是啥物宝贝咧？真好的呢，大姊，我嘛买，足赞呢，大姊我嘛买，大姊我嘛买，我嘛买。好啦，稍等一下。阿姊自细汉上喜欢的佚佗物仔，就是这几鸭布王啊。即马阿姊大汉啊，想要甲因送互恁，恁爱答应我，听伊、爱伊，好好照顾伊，我就要送互恁咯，好无？冰冰，对你先选。大姊，我买姐姐的。冰冰，你甲阿姊讲，你要安怎照顾伊？我要甲伊放尿。冰冰，你放尿，妈妈会拍卡床哦。我不爱拍卡床。姐姐，
我要阿姊嘞。你要安怎照顾伊？逐工甲揽咧困，甲伊洗身躯。我要甲伊做真水的衫，逐工甲伊热头毛，啊若无人会看伊袂着。东东，啊你咧？我无爱。东东，这是阿姊要送你的礼物呢，你无介意嘛？无喺当面拒绝我啊？查甫囡仔生保王啊，要笑死人！你先摕咧，无伫卡以后你看到伊，就会想到阿姊。头家，我是要5条囡仔过来金破链。5条啊！先生，我要申请5份户籍成本。哦，今仔日阿姊要讲的故事，是5个故事的故事。因当初时拢就听妈妈的话，所以后来就是妈妈引导，拢真活泼、真健康，功课嘛足好的。嘿，阿姊，啊后来咧？后来拢真有出头啊！啊，毋过因妈妈死去啊。哎哟，因为伊妈妈死啊，这有是妈妈镜头。莫搁讲啊啦，迄是阿姊家己编出来的。敢若是真的呢？大表姐，大表姐，你紧转去。阮兜来一台遮水的车呢。这是一份户籍成本，恁摕去办领用的手续，好，甲伊收起来。是。抑阁需要啥物证明文件甲手续，我嘛毋捌。无要紧啊。假使若有啥物问题，阮会过来麻烦你的。请恁收落来。这是彬彬抑阁细汉，请恁先替伊保管，等伊大汉了后，互伊挂起来。若是无必要，就莫甲伊讲是我留互伊的。王太太，你的环境无啥好，你家己留的啦。若是将来彬彬大汉，需要挂啥物金的印的，阮会买互伊。恁买搁较济，嘛是恁的，毋是我的。收起来。请恁甲礼物早倒转去，等囡仔转来，恁就用开车走啊。王太太，这是阮老爷甲太太一点仔心意，你收起来好啦。我啥物拢袂用收，因为我毋是卖囡仔，更加毋是交换囡仔。我会安尼安排，完全是因为囡仔甲恁有缘分。阿桑啊，你着照王太太意思做，将物件摕去车顶。哦。阿姐，我要坐车。来，嘿，阿姊，这是向引导的车。我唔知影。五个啊，把这放进行李箱。哦。
向导的囡仔，戆的啊，你哪会回坐你车里？冰冰，冰冰，紧落来！我爸，冰冰，冰冰乖，冰冰紧落来，这是别人的车呢。冰冰紧落来！我爸，冰冰，阿姊知影冰冰上乖哦。我。戆的啊，这就是咱家领用的小少爷。冰冰紧落来足够啦！水的。冰冰上乖哦，紧嘞！阿姊带你看好看好耍的物件好无？冰冰紧来啦，紧嘞啊！我啦，紧嘞啦，你紧来啦，好不好？啊？冰冰啊，有。彬彬啊，甲阿妈坐车去算好无？唔好，东东，不要紧，搞这笔算嘛。东东，东东，我们捡布布。东东，东东，妈妈，东东，妈妈，东东，东东。哎，我感觉咱无应该来。这款代志免不了，亲情嘛，一定是安尼。哎，你们谁像啊？阮是迄间厝的王太太朋友啦。好，秋霞的朋友哦，我是阿嫂啦。哎，啊秋霞咧？秋霞，伊出去啊啦，出去啊？哎呦，你甲看卖啦，这秋霞我唔捌代志咧，伊的朋友来找伊，等到将朋友等下做伊出去啦。恁过姓啊？哦，我姓叶，啊，这是阮太太。叶先生、叶太太，新日来厝内小坐一下啦。卖说你啦，王太太应该真紧就转来啊。东东，你有要紧吗？妈，我不要紧，我休困一下，就好啊。喂喂，啊，你过吗？啊。妈，我唔对啊。妈妈，我要捡布布。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哎呦，这秋霞讲的话吼是袂听的啦。伊17岁时阵吼，就缀人走啊，伫咧台北做啥物代志哦，厝内底人拢唔知影啦。2年前吼，阮大家死啊，伊才转来过一届啦。这届吼，是因先生出车的死去啊，伊才搁转来啦。我甲你讲啦，这人吼伫咧台北住久啊吼，10个有9个吼，拢学甲真干巧啦。我是阿嫂吼，我就对伊袂放心，免讲是恁啦。这个查甫人受过教话，心肝真歹款。听王太太讲，伊还有一个80多岁的老爸哦。啊，是啊，就是我的大官啦。伊讲拢是你咧甲照顾，伊真感谢你。
真是的啊！伊还阁声声句句讲，你这位大嫂对伊真好。啊，老爷、太太，因转来啊！哦，真是嘞。叶老先生，叶老太太，恁会用走啊？妈妈、儿子，再见，哥哥，再见。秀秀，佳音开车。冰冰再见，冰冰再见，再见，冰冰再见，再见，再见，爸爸，我听妈妈。叫你收起有听到无？买遮侪茶要创啥？恁一人一个，通好底恁的物件。这是阮兜，你走啊！多谢，多谢，多谢你。寂寞的晚上，海风作伴，心飘向远方，一人的模样，想飞到他身旁，乘着风的翅膀，心情像空洞的月亮。黎明的笛声响，划破这寂静的晚上。祈祷的人儿啊，许一个全新的愿望，将思念轻轻放，将思念轻轻放，温暖的阳光满心房。